台湾再生能源推动人民甲绿色和平地球公民基金会，佮有跨党派立委，今仔早起提出民间版本的用电大户条款修正草案，甲5点的诉求，其中包括扩大管制范围、提悬义务量、家己去发电的设备等等哦。伊嘛呼吁经济部就应该参考。 再生能源推动联盟等团体30开记者会，表示用电大户条款法定2档的检讨时程已经超过。经济部所无公布上新的调整草案，呼吁政府要赶紧做，嘛提出民间版本的修正草案甲建议。符合能源管理法，把契约容量800到4999 kW 的用电大户要赶紧纳入。 环保团体建议，目前用电大户条款规范的大户是契约量5000 kW 以上的用户，大概有500多间，占台湾用电量29%。若是扩大范围，甲以800 kW 以上就纳入范围，就占全台用电的50%，包括真侪自商大楼。 另外，契约装置量超过5000 kW， 目前敢若需要设置10%左右的热能设备。 环保团体嘛认为，要该用实际用电度数来计算。如果我们现在这些用电大户，它是装10%的绿能，这个绿能都是光电的话，实际上只会占到它整体用电量的不到2%。如果你用电量来做一些规范的话，那很多的业者他可能景气有好有坏的条件底下，量就会变动，相对不容易来做一些。 规范。环保团体表示，装置量甲发出来的电量，会因为能源特性无同，嘛讲真侪企业制定的热能使用目标，早就超过规范。呼吁经济部应该照去年行政院公布的台湾2050净零排放路径甲策略，提升用电大户使用热电的义务。能源局是表示，会将环团意见纳入评估。记者叶立雄台台北采报道。